写学问，QQ 嘅黃金樹，維修封存，學兒新傳時，學員用為白公公客家人。本影片係用學兒試驗中語音合成，係講有中意請多多分享。叔叔，過去唔大年，熟皮變成拍槍用，祝賀 QQ 黃金鐘。千多年前，就啲阿妹有中一年一數嘅叔叔，改起來後，每為啲賣菜嘅時節，拿去割貨鄉下賣。屋下下巴嘅也會煮來食，但係我一直都冇看上眼，全唔識試食看看，也唔知味道係樣版。直到去年嘅1月，第100嘅活動聚會中，啲在食堂頭度，食到金黃色 QQ 粉粉嘅一種樹嘅，味道又是的，強烈的，又吃到有點嘅像番薯，唔過番薯冇按球，韓國啲東岸有一條筋，確定唔係番薯，食材注意神奇。正經條咁清好當好食，嚴是滿順頭嘅講史前賢，張老愛講係黃金叔叔，就係100人講嘅叔叔，冇想到歷來一大件，按好食有營養嘅東西，竟然就喺我嘅身邊，食材就係歐巴和西巴。因而新出名好數年，阿妹市場賣樹嘅。來老阿妹教幹了後，就一直老阿妹買，發現佢唔但將買來煮添，竟然係做真好食嘅薯片，專門割本新出名店嘅，幾日就會去郵局寄，收到通台灣去。難怪買嘅量咁大，爆米其實講用天花檔做得冇，直接送家屋下去。一門爭地，記住代理菜園當權嘅位所，忙啲hand卡方便，唔是從疊再轉來，正經係身體出手最遲嘅，就按樣開始。過後阿妹也唔是再去市場買咧，有講愛嘅時節增改本季，100聽50件以上，超過嘅未造成全數。一件賣40塊，做得賣2000塊以上。正經本阿妹歡喜到奈唔得。唔過改樹嘅食材真辛苦，開始採樹係9個特年，天時含清涼冇暗熱，感覺就較髒，慢慢地5、6月，日頭當日就真艱苦咧，尤其100愛改按多，食材就冇按改。近排我就會鄉下去聽改，尤其阿伯樹改到起頭，細樹長地通秀阿妹愛拿。也下7月咧，前幾日改特全部交本季，今年總算做完工咧，愛等過特年仲有咧，想嘅也都辛苦嘅工種人，種嘅農作物愛記下10月甚至幾年仲有好收成。東岸還有千多無法度控制嘅天氣變化，像亞伯嘅開米風采，南部樹在嚴重，連阿妹種嘅苦瓜時陣當打，當有好食，風采過後，沙時嗆，也未係無奈何嘅事情，唔過還係有好處啦，萬奈嘅水庫水全黏咧。可見天做事自然有佢嘅道理。新夢已召開，仲未將本鄉開在講學會，大家從下來